斋戒的心思。就有这么多说不完的人心，难道这不是斋戒的起源吗？徒儿啊，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义？就是急速的、很快的传染，一下子没办法去控制。这是一个劫，听懂话吗？不是平常的慢性病，不像电视每天看，慢慢吸收，慢慢中毒。这个是天降的灾劫，也是人造的祸因。那我们要怎样去避除这样的灾劫呢？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性。遇到这灾劫，叫你不要恐慌，你真的会不恐慌吗？叫你去照顾病人，你敢去吗？会怕哦。我们在台上讲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但是要你真正去学习南丁格尔的精神时，你可能就会手软脚软哦。所以我们要对那些医师护士有敬意，要替他们加油。同时我们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，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啊。我是天道弟子，我来佛堂，老师就保佑我。徒啊，这样的想法对吗？你们要有智慧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谁都保护不了谁，唯有自助，天才能够助，自爱别人才会爱你。听懂话吗？你自己不爱惜自己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要认为我是老师的弟子，老师一定会照顾我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你没有先帮助自己，为师也爱莫能助啊。最基本的环境卫生有做到吗？现在正流行传染病，人家都在做清洁工作，你们也要起来动啊。请各位徒儿想一想，你们的道根有没有扎稳？你们的认知有没有正确？道有险有隐，险的时候赶快把握时机，去度化众生上法船；隐的时候就要好好反观自己。有道可以办的时候赶快去办，没有办成的时候要自己去反省忏悔。徒啊，反省忏悔的工作是不是只有停下来的时候才做啊？这是平时就要下的功夫。在国外的人能办就尽量办，国内国外不一样。听懂话吗？为师说过，道有险有隐，险的时候能办要赶快把握机会，目前不能活动的时候就要收心。你们上台讲课冠冕堂皇，讲得口口是道，但是知跟行却不合一，这就道非我有，修到最后都变直了。所以这时也正好让你们收收心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守，什么时候该攻，自己去策划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其实末法时期的修办道全要靠自己的智慧。为师讲过，道有隐有险，
赢的时候要好好的守住，险的时候要好好的往前冲。徒儿啊，如果病魔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众生呢？大家一定要有善念，只有善气冲天，有可能化转结束。所以这时你们更要去成全众生，能够吃素的赶快吃素，能够求道的赶快求道，能够设佛堂的赶快设佛堂。你要扛起度化众生到达彼岸的使命，也有责任去安定民心，这才叫做天事人办嘛。你们要懂得观察事端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都是有因果关系的，不然无缘无故的别人不会传染到，他为什么会被传染到？这是时机成熟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被传到，也不能松懈哦。当然也不要太过慌张，重要的是安定自己的心，知道吗？上天降劫不是一夕之间而有，而是累积出来的。如果善气冲天，劫就会消除。整天你争我夺，连修道人都这样子了，那怎么办？哇，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很乱？天下本不是庸人自扰之，人家乱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不要自己也插一脚，那当然越扰越乱了。